有關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關同學立場好簡單，就係關心錢、人手不足同埋病人嘅選擇權。我方首先想問有關同學，就係有選擇權就等於冇咩？有保障就等於冇選擇權咩？我方想強調一點嘅就係，病人可以係一班專業嘅醫生或者專業嘅藥劑師裏面選擇佢喜歡佢熟悉嘅醫生或者藥劑師，而唔係要佢喺唔專業嘅診所姑娘定係喺專業嘅藥劑師之間作出選擇。其次，有方同學講到嘅公營醫院嘅醫療事故失誤同埋私家診所嘅醫療失誤嘅數字，究竟兩者嘅制度、兩者嘅系統都唔相同嘅時候，點樣作出比較？再想問有方同學，究竟呢啲事故嘅原因係喺邊？究竟係咪喺啲姑娘同埋發生醫療失誤呢？再者，我方嘅主編已經講得好清楚，現時已經有越嚟越多嘅藥劑師嘅訓練同埋藥房開設咗，人手不足根本就唔成問題。只要香港確立咗專業藥劑師嘅專業，推行強制醫藥分家，有求就有功。再者，喺06年民主黨嘅前立法會議員楊森亦都提到，醫院藥係兩個唔同嘅專業，需要推行醫藥分家，去令到醫療服務專業化、細分化，令到市民有得到更專業、更大嘅保障。而有更加多嘅醫療事故可以證明，醫護而家嘅做或者姑娘根本就係冇能力去處理一啲配藥工作，包括05年3月青衣城嘅卓健診所將用作退燒嘅乾濕藥派俾喉嚨發炎嘅男童，而喺06年9月7日嘅明報講到，東涌嘅西醫杏林宇醫生裏面嘅診所女護士將含有消毒火酒嘅鼻水、收鼻水同埋抗敏感嘅藥水配發俾多達25名嘅病人，損害佢哋嘅健康。然而咧，立法會議員衞生服務界李國麟亦都指出，私家西醫診所就兒戲地將呢啲配藥工作交俾可以係中三畢業、冇配藥員嘅訓練、缺乏藥理知識嘅姑娘同埋助理組。相比起呢啲淨係識得照單執藥，甚至連照單都會執錯藥嘅姑娘，藥劑師就有更加專業嘅知識同埋認可資格為市民服務。佢哋唔單止要修讀3年嘅大學課程同埋實習集理論同埋經驗於一身，更加有豐富嘅藥理知識，包括藥物嘅成分、治療作用、藥性、化學作用、禁忌、藥物間嘅相互作用。呢啲訓練可以培養藥劑師有更加高嘅警覺性、責任感同埋使命感。而最後，我方想問有方同學，既然你同埋我都有機會成為病人嘅時候，點解唔可以接受多一次嘅專業嘅檢證、多一重嘅保障、多一份安全？今日醫藥分家呢一個方案呢？多謝各位。